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2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风台归过来啊，林保署长是空中记录，发现花莲马潭溪北边万里溪水头又搁出现一个崩山湖，暂时是无危险，按算今日又搁调空勤去勘查。目前评估这个崩山湖大概有3公顷宽，目前已经启动崩山湖应变小组，清调空勤资源，监控水头甲水尾状况，随时汇报。刚才看这肉粽节，真侪人出去佚佗，不管去到倒位，人拢是吵。这个花莲石门山步道，就因为附近拢无车位，这红线违规，车是停几排。因伫个台东是有所在观光地图拢无换新，结果到位啊，煞拢完全变款。5日节连续假期最后一日，也毋过花莲县中华公路石门山步道景观也是一日大量车阵，有未少驾驶人找袂到停车位，就将车停至日口公路路径红线顶，影响用路人安全。警员接到报案去现场公布，各处地违停车辆。要开始开单了。新山警分局针对违规停车行为加强取缔，并于重点时段及义勇塞路段持续执行交通疏导勤务，以维护交通秩序及行车安全。台东地区的旅游景点，当年拢有10万外人次旅游的。台东市海滨公园5日节连假有游客发现导览地图老旧，消息暗门请假，逼60波人会馆拍卡景点，也表示伫地图上无换新，到现场才发现，甲导览图无共款，有淡薄失望。现在的那个地标是符合的，这样不能就是不一样。就是我们更知道来的时候会看到些什么，跟小朋友在事前的预告的时候也可以做得更完整。海滨公园分别由台东市公所甲县府管理，后来旅游大季都要到啊。县府甲市公所表示，会盘点各地景点老旧的导览地图，会来换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家己东石的白龙船，今年拄好办40年啊！特别伫咧渔人码头放烟火，现场的人嘛是真多，甚至有的人佫客袂入去，走去隔壁的布地遐看。看到天顶出现5火10时烟火。民众大概是拢赶紧用手机也是相机来记录。嘉义县东石乡公所20暗时伫东石渔人码头来放海上烟火，因为是连续假期，真侪民众来参加。一寡无法度入去东石现场的民众，甚至佫走来布地才看。我们下午大概4点多的时候就在那边晃了，然后就是挤不进去，所以我们最后还选择在这边。我们是最后半小时才到的，因为从下午2、3点就大家走进来，对，都用走的，散场都是。那个汽车道、机车道都变人行道了，真的超多的了。不到200公尺，我这边等了10几分钟，一直没办法回到家。回到家超等了，从那渔人码头差不多1公里多嘛，我差不多半个小时连骑机车都塞在车阵里。东石乡因为第17线的东石南桥当日施工，所以来东石的车爱改行为第61线，嘛造成东石乡周边的道路发生塞车的状况。乡长表示，来看烟火的人数超过原地预估，除了东石市区附近的庄头嘛有真侪人，活动结束大概做伙离开，才造成塞车的状况。咱的警察人员也会使讲真辛苦，来咧疏导交通吼，到2点外钟吼，咱的这个车流量吼较正常。东石乡公园这白龙船比赛，今年因为是40周年，东石乡公所才伫东石渔人码头来放海上烟火。乡公所指出，未来针对交通的安排做改进。农民嘛表示，虽然塞车有小可无方便，但是增加所在难题会当闹热，对在地观光嘛有帮助，大家也是真支持。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关心社会消息，这中信兄弟啦啦队文文的翕相活动，雄雄去有一个查甫人举刀啊挂暗棍，讲是因为这查甫人爱伊爱甲痴迷，搁去用封锁办活动，搁禁止伊参加，伊才会心内不满，才会犯案。目前这犯人已经裁定羁押。拄往查出警察局，伊就真激动大火，伊就是举刀攻击中信兄弟啦啦队员文文的4个查甫人。事件发生伫50外岁，以报名做摄影师来到台北市大同区的摄影室参加文文的室内翕相活动。轮到伊翕的时阵，雄雄把水果刀摕出来，对文文的暗棍插入去。依刑法伤害及杀人未遂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调查嫌犯是文文的卖相，因为一直伫文文相车过，真侪活动拢互禁止参加。私底下联络文文真久也无得到回应，怀疑互封锁，真不安才犯案。你现在不让我进去是不是？你先解封，我就给你进去。
那文台语歌手赵雅文也捌互新加坡的歌迷随摆群众所了，更加卖插保护令走入去表演场合。也有歌手萧敬腾互迷众随摆吃电零送汤，这拢互公众人物受到真大身心的压力。就专家建议讲，建立艺人的安全保护做法。粉丝黑名单的部分，在其他国家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名单共享的机制。那另外大概就是说，会场维安的强度就要有一个比较共同维持安全的做法。出现一些征兆的时候，就事先去找警察，去核发一些书面的告诫命令，是在提醒对方这件事情在及早的时候停止他的这些不当的这些行为，而不是说等他就是整个几乎无法可控的状况下再去做介入。对长期群众私信骚扰，就伫大所在偷袭私底下生活，唔那是过度立明显的做法，也去犯到群众骚扰法。现代妇女基金会认为讲，公众人物伫初期发现这情形时，应该收集证物报警来自保，也提醒民众展现热情的同时，唔通伤超过。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今各地是好天烧热。这气象署是继续针对全台湾13个县市发布这高温警讯，高温是超过36度。咱来看分图。最近这2天，这天气拢真热，西部部高温普遍是有到36度，东部部是32度。另外，这中度风台米克拉继续增强，拜4拜5受到这风台外围环流影响，西部部甲东北部地区拢较高会落雨，拜6礼拜会较好听。因为这气候变迁，天气是愈来愈热。中研院是经过7年的研究甲观察，有发现这综合温度热指数超过36度比例，上悬的所在就是咱家己。也这代表是因为盆地造型、盆地地形、烧气甲透不出去，热指数是排伫咧第2名。高丽水连假真热，予真侪民众会去耍水来消热。气候变迁加重，予极端的高温慢慢变做正常化。中研院环境变迁中心团队伫全国架设20个及时的观测站，经过2016到2022年总共7年观测，发现综合温度热指数 WBGT 超过36度比例上悬的观测站头1名是嘉义，有14.3%观测带超过36度。尽量就让他们待在比较阴暗的地方。就是可能有阴影啊，或者是树下。无啊地的，爱加啉水，安尼较袂掉沙。中心副主任梁世存分析，嘉义可能因为北回归线通过日头直拍的关系，所以观测平均值上悬。随上 WBGT 同时考虑气温相对湿度、日头的辐射一个风速，时常会使代表人体生理所受热压力的指数。根据统计，嘉义县6月到即阵已经31件敢若热伤害上亿的案件。户外运动或工作的时候，应该适度的休息，并注意身体的状况。如果身体觉得不舒服，应该及时到阴凉的地方休息，补充水分，并进行降温。如果有意识不清、高烧不退等状况，这时候应该马上就医。热中若无赶紧处理，可能会变做掉沙，甚至性命危险。也台北盆地因为盆地加上都市化原因，有12.8%观测带超过36度，排名第2。最近天气真热，气象署2日也对上北这14县市发布高温的警讯，其中台北38度极端高温出现机会，新北市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整体的高温大概到周3都是还是蛮类似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深红色的区域，或是甚至大台北这边有一些偏紫色的地区，都还是比较高温的情形哦，包括花东纵谷这边。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影响，高温真热天气会到24。也来25到26受米克拉风台外围云系影响，西半部甲宜兰地区会开始有局部落雨，提醒民众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云林台西这蛤蟆产量是占全台县的60%以上，不过因为最近落大雨，连绵佮出日头，趁高温，这样沙拢死翘翘，有的池啊甚至是剩无到1成，这勇士雨但是要靠无目屎。为渔温高处粉桥无管大细了，多数拢已经死亡。勇士河真无奈，因为0608的大雨，未少渔温的天花风冲倒，大量雨水冲入，造成水质严重降低，大量粉桥就安尼死亡。雨水实在，即摆咱还还卖淡水海水，即摆现在淡水甲咱冲掉，冲得伤正。刚刚这边无一度，咱还卖种我还2多。
有勇士号的粉桥死亡率达到9成，一公顷就损失150万。因为最近几年，当年黄村雨季，大西沿海粉桥都会连续出现大量死亡灾害，也有勇士号认为，除了气候变迁，婚姻地区勇士的粉桥灾数十年来拢是真轻反失，所以先天的体质都无好。与外国引进新的品种来，来配合咱的品种来的水质，来重新产生新的文革苗。咱这养殖的才有发动更上一层楼。无定定安尼着，每一年的这个5月、6月、7月，这梅雨季节拢大量暴毙。除了最近盐度降低，落雨了的好天气，也互气温底土的温度得咧升悬。亚硝酸阿莫尼亚等浓度提悬，一旦有粉桥死亡，细菌更加会脱色扩散，和损害扩大。可能在出太阳之后，这2天可能会请呼吁养殖渔民可能要去注意一下。如果说有延迟性灾害的部分，可能要赶快通报公所。云林县农业处表示，最近陆续接到各公所汇报，对延迟性勇士灾害有计2日启动诉讼会勘，各种结果登报农业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劳保基金按算到2031年就会用尽，恐惊破产。即马搁爱摕来补农保，去年就借予人60几亿，比收到保费搁较济。再来是中国时报，立法院长韩国瑜接受美国邀请，昨带朝野7个立委去访问，按算要去1礼拜。最后是自由时报。中国官方举办2026年公祭中华人民组复起大典，前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有去参加。共这时阵，这沙丁堡城市宫也举办共祭典礼。这陆委会表示，这届沙丁堡有中国人申请来参加，会继续关注。继续讲到咱的肉肉粽节，中国是搁再发动今年第2届远海中航，侵扰咱的西南空域。面对中国不时就来春卡出手，咱台湾是继续加强防卫。王成讲，咱甲美国买4架 MQ-9B 无人机，已经有2架交货。国防部公布，20几日正式零架次强机，8架强舰甲4架公布准交代。而早起阁有21架次强机出海活动，其中19架次是伫咱国西南空域、甲西太平洋执行今年第2度远海登航任务。国军利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简派任务基建及暗制飞弹系统适切应处。面对强军侵扰，国军继续强化高空安全力量。今年3月，由国防部副部长徐树谦去美国见证交机2架 MQ-9B 高空无人机，传出已经运来台湾，目前当由原厂甲军方组装测试，后手会选择制作飞测，可以有效的协助国军，这是侦测各种海上的目标。包括中国军舰的动向，还有海警船以及各种影子舰队。专家指出，航军向美国买4架 MQ-9B 无人机，会当发挥规制监控功能，有效弥补海峡侦察空防。相关金主也希望甲美国、日本等有名国家做接受分享甲对接。无人机的重要性日渐增加，部长伫发言当日审查的今年度中预算，中央各部会拢规划买无人机，其中以国防部超过100亿上济，另外包括经济部、教育部、内政部、海委会、农业部甲4大国营事业拢有编列预算，总计大约192亿。也毋过，好在也离会执期用途不明，计划扑拍。不能够把无人机变成新的预算的提款机。人民要问的是，这到底你是要买几台？买什么样子的规格？谁来使用？解决什么问题？支效怎么样验收？有没有重复采购？关键基础设施的巡检等等，其实它的用途非常的广泛。但是我还是强调不管是什么样的预算，我们都很欢迎这个在野党来检验。民进党立委表示，随 AI 技术发展，无人机即马普遍用伫军事物流、救灾甲环境监测等领域，政府采购符合国际趋势。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年底选战，这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碧荣提出讲，要甲社甲北士科串联做一个产业助路。也主办是批评讲，这沈碧荣根本就无了解。即马这社就已经咧定收啊，只要内政部审议通过，就当开始是开发。精神值得我们的敬佩及称赞。甲毕业生欢喜照相，台北市长王安妮出席国小毕业生市长奖颁奖典礼，选战聚焦政策攻防。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碧荣
提高西亚地区清水部分设施研究实修，也跟照明部就表示要将西亚甲北苏科串联加做产业主路。我想，也许他不是很了解我们包括社子地区、社子岛目前的开发啊，其实已经进到区段征收，也已经报请内政部，所以届时只要内政部审议过了，我们就会进行开发。你今天不是说你今天核定之后就已经开工，然后就结束了，而是你核定之后，这些人他的安置的方案，以及他最后要回去你盖好的地方的时候，那个价格他是否能够负担？相比于最近连续密集安排大安文山区行程，也和外界解套时，立功南亚传统票仓另外一边，新北县相关，难得参选人家己行程满，再计分别去甚至小家人福成宫参与金面马祖绕境活动，最近九台车最近也加做正经公共议题。台车不只是交通，甚至是水晶酒的在地人，从小的记忆也是对在地的认同，所以我们认为台车一定要可以复兴。好的政策我都欢迎我的对手来跟进。如果年底我当上，我一定会去解决这一个土地污染的部分，那把台车让它恢复。针对最近九台车议题，李书川表示，家己伫担任新北副市长时期，特别失败去现场勘查，对地方状况真了解。苏卡辉认为，只要是对新北好的代志，方向共款，大家都同齐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先来看欧洲靠小英庆高温，法国高温即马已经庆到40度啊，全国超过一半的所在发布红色高温警戒。因伫咧美国犹他州是发生火烧山，到即马已经烧掉差不多1/3台北市遮尔大。6月21日，法国巴黎街仔头有大阵来参加年度音乐节的民众，迄天气温来到40度，全国49个省，等于是超过一半的国土拢发布红色高温警戒。虽然民众也是真享受音乐，不过嘛是有人被砍跌。J'ai la chance de pas avoir trop chaud chez moi. Du coup aujourd'hui je suis sortie que ce matin et tout l'après-midi je suis restée chez moi. 为着要凉一下，真侪民众跳入协和广场的海洋喷泉，也有少年人跳入圣马丁运河。法国这波热流是由撒哈拉沙漠向北下过欧洲西部的大又搁热的空气所引起的。为着避免民众严重脱水，从1中昼开始，红色高温警戒区已经禁止伫公共场所啉酒，户外运动甲公共集会拢严格管控，甚至取消。埃菲尔铁塔等等景点已经设紧急降温甲喷水雾的设备。Und man muss natürlich aufpassen und möglichst im Schatten bleiben. Wir wandern, wir laufen hier draußen. 唔但是法国，包括西班牙、意大利甲德国，也拢当咧经历欧洲今年第2波热流。西班牙预测上高温会来到44度，会一直继续到6月24。官方甚至甲世界杯卡球赛的户外球迷观赛区关起来。Fatal. Meterse en buenos sitios refrigerados, con buena cervecita y agüita fresquita. Es horrible esto. La que no ha caído. Fatal. 若美国犹他州嘛，因为烧热、可汗甲透风引起火烧山，烧的面积已经要过90平方公里，差不多是1/3的台北市。当地尤里卡小镇1000个居民赶紧撤离。这场予人讲做是铁火的火烧山，目前也无任何受到控制的现象。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伫咧美国洛杉矶是一个大型商业冷冻库大火烧5-6天啊，到今是也未拍花。这清出来乌烟甲化气体已经对当地空气造成威胁。这市长嘛已经宣布紧急状态，加强救灾。警报声音还佫高烟一直冲起去，敢若要甲日头炸掉咧。美国洛杉矶珀伊尼高地一个占地50万平方英尺、相当一般4000平的大型商业冷冻库，17开始火烧厝内底添密度真悬的计开烧的材料。若拄着大火烧起来，这建材内底会继续炭烧，烧出来烟浓有毒。加上冷冻仓库内底有可供应洛杉矶地区8500万磅冷冻食品，有真侪肉、鱼、才青的食品。烧出一天，物件烂去的臭味，也佫有化学烟，刷到4块位啊。Air starts to shift towards the east. We're talking about Montebello. We're talking about City Terrace. We're talking about parts of Boyle Heights. 警方初步调查，火灾是因为第三方业者承包商伫厝顶测试太阳能板时无细腻，互烧起来。所以这火炭到阿摩尼亚港，引起几啊摆小型爆炸，甲几厝顶拢炸破去。大火炭烧到18时，现场空气内底有毒烟、有化氢。这是锂子电池烧起来时会产生的毒气，所以讲怀疑工厂内底用锂电池运作的60台低高车也烧起了。And if you're driving now anywhere near the 5 freeway and the 710 freeway, you are driving
through darkness. I mean, look at this. This is incredible, guys. The amount of real estate that is consumed by this potentially toxic air. 对此，洛杉矶市长凯伦巴斯20经由官方网站发出声明，宣布洛杉矶市进入地方紧急状态，会调动所有资源来甲这场火灾拍摄。同时也开放做避难所，提供受到有毒烟雾影响家庭去避难，并且要求伫咧厝避难的民众甲门窗甲冷气关起来，莫互高烟甲有毒烟雾侵入去徛家内底。公视新闻，陈时东编译。继续来看南美洲的国家玻利维亚，是因为取消补贴燃料，引起大规模的抗议。这大阵的民众抗议封路50天，有的所在这物资就送不入去，嘛造成上无14个人死亡。这总统已经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出动军队来镇压。一台搁一台军车开入城市，军人提前徛伫路边缀军车行。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去年总统巴斯上任了后，面临国家经济危机，决定取消实施多年的燃油补贴政策。不过引发民怨，各工会拢来罢工示威，也用石头甲栅栏才会甲各地重要连外道路改挡掉咧。造成部分地区食品、燃料甲医疗用品真欠缺，经济拢落去，也有至少14人死亡。对此，玻利维亚总统巴斯伫当地20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动员军警镇压抗议活动，清条大路路障。Por eso, luego de haber agotado todas las instancias de diálogo, de haber alcanzado acuerdos con quienes teníamos demandas legítimas, de haber identificado con claridad a quienes utilizaban la violencia para intentar desestabilizar Bolivia, hemos tomado la decisión de declarar el estado de excepción en todo el territorio nacional. 这场抗议造成物资中断，对玻利维亚行政首都拉巴斯甲邻近的城市拢造成严重影响。随着进入紧急状态，开始有军车入去拉巴斯来维持秩序。对重要连通大路，警方也动用重型机械清掉路中的大细粒石头。A mí es una medida bien porque mucho de la ciudad de La Paz hemos sufrido de hambre, de raza, de canasta familiar, los precios están elevados. 玻利维亚伫2018年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了后，经济一直无好起来，通货膨胀也升到40年来上悬。伫中部城市客车班巴的农民有关不满总统巴斯的政策，批评巴斯甲玻利维亚工人联合会协商，只是予各方面的个人摕到利益，讲会继续对总统来施加压力，叫伊爱辞职。公视新闻，陈时东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破文要求伊朗爱马上停止因伫咧黎巴嫩的势力，这继续来制造麻烦。那么大家就来试看卖咧。双方伫咧瑞士的谈判讲80分钟，即马个因为这件代志又搁再破局。英国观察家报道讲，英国首相斯凯尔上紧可能今仔日就要宣布辞职。美国总统川普也讲有听到消息，不过这英国的商务大臣是否认有这件代志。这届卡球世界杯媒体版权许可的名单，其中无包括北韩。不过，风声讲北韩因有去偷接中国维持信号，违法来转播。国外媒体报道，这美国的晶片大厂 Intel 当咧甲咱台湾的联电合作，开发12加3奈米的晶片，将是拍算伫咧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来生产。其中这12奈米的晶片进度较紧，按算明年底就会当量产。另外，这上线消息，今日台股开盘随个起到47614点，搁再创下新高纪录。受到政权大港龙头，外界首先一定想到台积电。也毋过，根据国外国际媒体报道，台湾政权双雄之一的联电传出已经甲美国晶片大厂英特尔达成合作，共同开发3奈米甲12奈米晶片制定。Intel 教导联电如何去做新一代的电晶体，并且往先进制程的部分进行开发，联电则是教好 Intel 如何去做好晶圆代工，然后可以往不同的架构的产品去进行一个生产。对于台积电而言的话，自然会是芒刺在背。外国媒体报道指出，
联电过去伫成熟制定技术节点拍基础，也毋过未来联电有意搁往先进制定迈进，所以甲英特尔结盟，双方的合作会当互联电免搁开真济的资本支出，买真贵的晶圆代工机器甲制作设备，传出双方合作项目会共同研发10奈米甲3奈米晶片，尤其伫10奈米晶片制定节点合作进展真紧，目前计划伫明年初进行单片投片，明年年底进前有希望正式投入量产，引起市场关注。那英特尔甲联电合作开发出3奈米制定产品，敢会影响台积电晶圆代工龙头的地位？以目前的市占率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就算未来联电跟英特尔前瞻制程开发完毕，这个市场其实可能还是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况。相对上来看的话，其实对台积电的影响可能是在可以控制的一个状况。专家分析，英特尔甲联电合作是双赢的局面，未来后一代14A 制定恐惊会是英特尔甲台积电决战的主战场。记者综合报道。中油宣布，这礼拜汽油降1块，柴油降7角。即马美国甲伊朗的谈判各变卦，这国际油价反势会起转来。欧佩专家听伫荷姆兹海峡一带中东战火伫顶礼拜出现停火希望，封锁达到110日的荷姆兹海峡总算重新开放。初步有估至少有550架商船会陆续离开外界也毋茫。这条历史性的能源危机有希望排解，也公布牵动国际油价。98加满，油表从0开始。台湾中油公司是伫21号宣布，为透早环境开始，连在礼拜登记了后，头一摆降价中油解释。国际油价虽然降，也毋过中东情势后手也有待观察，所以经过整体评估，汽柴油各调降1块加7角，调整为92无烟汽油31块4。95无烟汽油31块9， 98无烟汽油34块9，超级柴油30块3。这种调整是应该是必要，而且也符合，应该是油价本来就应该机动来根据这个国际的油价的变动来调整，大幅的在下跌的空间呢，其实不是很大，只是把这个停火的协定延长60天了。学者分析，进前国际油价波中油维持国内计数。目前油价虽然有效排解进前吸收的100亿了钱，也毋过国际原油库存油源真欠。一旦油价反弹，共款全面吸收，建议量早回归正常油价计算公式甲油品货物税。10月国际油价确实因为美伊原定谈判以后，佮出现反弹。布兰特原油期货起0.9%，收伫每桶80块5加7美金。西地州原油收盘每桶76块5加1，起0.17%。原油的那个进口价格是有上涨，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汇率的因素，如果这些影响可以消除的话，那我们 CPI 年增率有可能就是在下半年可以压在2%以下了。学者分析，油价波包括石化产品拢有继续波的机会，有机会原减国内物价指数，互消费者透一口气。也毋过也提起，所落来都是风太贵，天气因素甲国际经济变化，双双拢是后手观察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咱台湾的牛奶平均每一粒都要98块，是全世界上介贵的。有这专家就讲，咱台湾因为气候关系，这生产牛奶的成本本地就悬啊，该经过中盘到线尾，这计数才会一关一关安尼踏悬去。今日超市不少家庭逐礼拜拢会买牛奶，补助所需要营养。也毋过，各个小卖市场却因为条件无同，出现真大的价差。根据全球资料库数据，台湾牛奶的计数，每公升3.09美金是全球上贵的国家，其次是香港3.01美金，加新加坡2.97美金，所落来才是古巴加以色列。类似状况，消费者也有感觉。当然会稍微比价一下啦，尤其我小孙子才3岁，他超爱喝鲜奶，可是他们都是去好事多买，就是因为所得的关系，对，那相对于国外的物价，当然会觉得比较贵。数据网站分析指出，牛奶计数受到本地农业生产能力、对进口的挖矿程度、运输成本、政府补贴政策、甲汇率变动等多项因素影响。计数悬的地区多数因为条件受限，本地产量有限，爱挖矿进口。另外，国内生产状况，专家是点出，首先是生产成本真悬，因为台湾亚热带环境气候会造成荷兰种的牛生产效能拍折。其次是牛的牧草饲料，有3%拢是靠进口，也有半商碳价差问题。那在台湾原料奶的收购价格跟末端
鲜奶的售价之间的关系是1:3，这中间的价差是我们国内的农品厂跟通路他们得加上去的这个层数是远大于美国或者是澳洲。事实上，早伫2016年，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也捌点出，台湾市零收买价每公升22到30块，小卖价达到81到90块一期，中远价差无合理。农业协会表示，目前国内酪农努力伫缩减成本，市零收买价也有得来调整，尾段小卖价少，敢是会当得来调整，也毋望相关主管机关协助监督，更较会当符合市场的期待。记者综合报道。电话消息来看，台南新化6月13，一架货车弄到机车，这货车的驾驶就车等咧就走去，这架机车的当伤送医落尾也是救无转来。驾驶是指控讲，这个驶货车哪像是移工，弄到人了后，就坐飞行机出境，也拢无来关心。造成事故货车互扫到警察局停车场，互弄派去的机车也停伫边啊。13暗时，台南新化区发生死亡车祸，30岁骑车的人互货车弄到倒伫涂骹，2天了后，伤势严重死去，更加互家属伤心生气的是，驶这货车敢若像是外籍移工。案发了后，短短几啊点钟，已经坐飞行机离开台湾了。那为什么外劳他的机票可以马上就买得到？那他的雇主方？他的护照、他的中介这一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不晓得，我们这真的是打一个问号。死者支付讲，旧仔平常时甲丈人斗阵做土木工程，那有闲时会去超商加减做，家厝内底斗趁钱。13真晚下班了后，行过这路段，就是拄到这死亡的车祸。也甲伊弄到人，甲坐伫车顶的人落车了后，甲伊看了就紧走，无报警也无叫救护车，处理做法无合理，是真恶质。查扣相关证物进行采证，且已将相关人员大案调查，发现驾驶人疑是一名外籍移工。本分局仍持续巩固相关事证，追究肇事者及相关人员责任。根据了解，造成事故货车是专门接送这个外籍移工上班下班，经各方面的口径，拢无讲重点。凊彩讲的，警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报请台南检方来侦办。要赶紧调查原因甲造成事故的人的身份，家属也讲，只是希望检警的公权力会使来调查清楚，相关的案件莫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中信兄弟的投手徐基林，因为去年食酒赛车去弄到电火条啊，事后隐瞒阁无通报，这球团是宣布依照契约甲开除停止合约。电火条我歪去，阿摩涂骹刷甲规涂骹，自动的白色轿车规台变去，四链翘上天。这个发生伫去年9月15日的车祸意外，经过法院判决书记光，也诉驾驶是职棒球员徐基林。迄当时酒测值是达到0.72，人也受伤送医。他当初也跟我讲是酒驾，我以为是个普通的车祸，他说临时付不那个金额很高，临时赔不出来这样子，想要帮他一点忙。徐基林自动事故的地点，甲中信兄弟离军位伫屏东的训练基地，距离只有700公尺。迄暗伊是到朋友徛的所在啉酒了后，家己驶车上路。也毋过代志发生了后，佫隐瞒无通报，球团19公告，虽开除终止合约，佫追究违约赔偿。昨天就收拾东西，就这样子就离开球队吧。他先到朋友家了，他可能这2天会回来。他就说不好意思，他自己的一些事情啊，借钱的事情那个都已经处理完了吧。徐基林今年26岁，高中毕业了后，要甲美国职棒费城人队签约。因为伤势甲疫情关系，2022年互费城人队释出，返来台湾投入选秀，加入中信兄弟。去年季后也捌因为个人财务甲生活纪律，互困伫60人的名单之外。即马佫因为酒驾，互球团开除，职棒战斗恐惊就结束啊！记者综合报道。刚来看台北南机场夜市一站严重车祸，讲一台这计程车违规超载载5个人，煞毋知什么原因乌白冲浪，冲红灯佮驶4向，结果煞害4台车弄做伙，9个人受伤送医。计程车突然冲出去，弄过红灯反向，冲浪对向的轿车，当场驶一辆失控搁弄临停的车辆，才倒伫路中央。
车严重毁损，车卡碎片喷气，驾驶座一浪，扫到4台汽车，造成9个人受伤，尤其客停车内也载一架有5个人，年纪上细才5岁，拢有伤。坐伫副驾驶座的父亲骨头支气，伤势上严重。很大声撞击，嘣！哇，吓死了！走出去只看到计程车等一个马路。肇事率最多就是晚上，11点多到凌晨3、4点这段时间，因为车子少，又假日，车子空没有人嘛，然后为了抢生意，飙快啊！惊人的事故伫台北市艋舺的南机场夜市边啊，65岁县油司机20暗11点多，半暝载客出车祸，经过警方实施检测，并无发现毒驾还是酒驾。计程车驾驶酒测值为0，毒品快筛检测为阴性反应，相关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中。野随司机初步讲，机械故障油门失控，也毋过乘客提起，其实伫代志发生进前，客车沿路驶真紧，即摆搁较引起事故。车队管理驾驶人的这个部分的话，主要可以参考《计程车客运服务业申请核准经营办法》第17条的这个部分。如果接获到民众反映的话，我们都会请车队来厘清当时现场的这个状况，也会跟驾驶做访谈。计程车的司机品质甲训练，交通局表示，并只靠车队管理。面对即摆事故，也无法度裁罚。后手这会当由警方赔偿详细原因，对弄红灯、超载等违规处罚到目前，无缘无故受影响的乘客甲驾驶，拢也未提出告诉。记者综合报道。桃园龟山 A7园区台北邮件处理中心有员工是投诉讲上班禁止人济，逐工上无就要徛4点钟，已经有不少员工出现职业伤害。中央邮政是出面驳回，讲公司无安尼规定，会搁详细了解。中华邮政员工徛咧分邮件，每工至少要4点钟，徛久已经互身体健康出问题。中华邮政产业工会进行这条员工投诉 ，A7台北邮件处理中心家己订内规拢袂使坐，管理该采用挂号邮件有时效性，徛的分批较紧，才各种借口强迫员工徛咧分这个挂号邮件，就算真忝想要坐，根本也无这个椅仔通坐。很多人都有足底筋膜炎，更严重的人可能膝盖会痛，有人腰会痛。我是很严重的足底筋膜炎，我现在都还在做复健治疗。中华邮政产业工会讲，其他单位像台中邮件处理中心就无这种袂使坐命令。A7台北邮件处理中心的员工，若是向主管反映，也会互伊骂，怀疑身为国营企业的中华邮政带头违法欺负属下。最主要是单位主管的问题啊。今天他是要来控制同仁，比如说针对某些特定的同仁，你就是不可以给我做着趋势。对此，中华邮政讲，公司现行规章甲作业的规范无强制爱徛，也是讲袂使坐来作业的规定。邮件分批会依照实际作业需求，甲员工身体状况好好安排。它的格子站得蛮高的，如果身体可以的话，就是尽量站着混；如果身体不舒服或是需要做的，我们都没有要求说一定要站着混的。中华邮政讲 A7园区挂号函件股作业区就已经有配椅啊，互同仁看需要来使用。若有主管因为效率问题，要求同仁爱徛咧作业，会请这主管甲同仁相平来好好讲互通，建立互信甲共识，卖产生误会，并且加强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确保同仁伫健康安全的环境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防止游览车的司机过路，即马是有规定车内一定要倒这身份认别来记录司机出班的状况。不过，所团主讲，这种设备会干扰到车内电脑，影响安全。这驾驶员工会是按算要发动这集体诉讼，甲手上讨赔。国内真侪大型团体旅游会选择游览车，为了防止游览车驾驶伤过疲劳，今年元旦开始，所有游览车爱强制加装驾驶身份识别设备，透过 GPS 搭配录卡机，将合格记录驾驶员的资讯，通确保驾驶工作袂超时。不过，新制上路半年外，传出真侪件好亲像录卡机甲原厂车电脑产生干扰，车辆发动就会出现各样。速度会降下来啊，有时候你上坡啊，还是怎样啊？一下子形容马力没有出来，电脑的问题这样子啊。新北市游览车驾驶员这个工会讲，国内大客车的电脑系统大部分是照原厂设计规划进口，另外若加装非原厂电子设备了后，驾驶员汇报出现真侪各样的状况，其中以欧洲车问题上侪，像讲动位侧位乱跳、电片无故障、延任马力无稳定、液晶荧幕有当时会转乌顶，烦恼可能对行车安全造成影响。光这个层面的话，你就会造成司机在行车上的压力，
他没办法专心去把车开好，把客人的安全处理好。整天就是一直在看那个驾驶荧幕。驾驶员这后工会讲，全台湾差不多有1.3万外台游览车，已经有接到10外件案例申诉。未来无排除发动集体诉讼，向设备厂商求偿，甚至向强制安装的公路局求偿。公路局是回应讲，初步掌握差不多有20台游览车，好亲像发生车故障的情形。车机设备厂商当地查清楚车故障的原因，是毋是甲车机的设备有关系？记者采访报道。伫咧台中雾峰的江公巷的山坪，最近是向反映讲有人偷倒大量的废弃物，这警方已经调监视器来追查，嘛锁定特定的车辆要抓人。真侪装潢废料甲卡起来装啊架，安尼因这山坪戏规个边仔要未少粪扫。台中雾峰区江公巷这个山坪，最近互民众发现，毋知什么人加真侪这起厝的废弃物，拢等伫遮。影响啊，那袂影响。系啊，好好一个山，你啊搭粪扫伫遐，咱就本来就无好啊。农民烦恼这废弃物除了严重的破坏山林的环境，就正是雨季的时阵，更加烦恼废弃物会甲山谷的排水冻掉咧，是毋是污染地下水的水源？里长也讲，有当地所在较偏僻，一寡无好的厂商，敢若看到最近天气较热，中昼时阵人较少，所以选伫遮偷倒这物件。厝诶田诶人拢伫田诶，因为这时间伤热，无啥人会起来，所以讲会偷倒废弃物诶时间就拢差不多伫1点，1点到3点这个时间较侪人。警方也调看监视器，发现16开始有不明的黑车出现，就已经掌握资料，要用车来入人，锁定特定的对象。环保局也登来现场了解以外，有驾驶及时监控设备来加强修正。也对外界听讲，这批粪扫内底敢若有会造成癌症的石棉树叶。工作人员来采样鉴定了后，是讲无这个物件。主要应该是细窗盖板那些东西，应该没有石棉那些东西，但是因为可能量有比较多啦，大概有40-50包嘛。那个我目前掌握的是大概都是细窗盖板。环保局讲，乱倒废弃物的人已经涉嫌违反废清法，除了上悬会使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可能互并科1500万以下罚金，并且必须要强制负担山内所有的清理，也有环境改善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原文会上新的戏出，因为制作团队有用到花莲塔法朗部落的名，所以拢无先问过这部落意见，引起争议。这原文会嘛表示讲，会个派人去沟通，讨论这戏出的名敢要改。这出由原文会所制作的什么甲塔法朗搬到台北戏剧，主要是讲到原住民族人伫都会区的生活情形、甲原民文化、甲家庭情感这故事。也过开镜典礼了后，消息传去花莲部落，确实引起真大风波。他们根本没有来部落做这个田野调查的工作，是连知会的行为都没有在做这个事情。我们希望说，原民台能够重视。不管是太巴朗部落，任何一个族群一样，发生这样的状况呢，还是要以部落的主体性为主。另外，和达法朗族人加一个意外是相关演员，不过一个是讲互相在地阿美族，另外使用族语也是达法朗语系，剧情内容若无正确来解说，造成外界对部落误解是变怎哩？当你使用某某部落的名字，它就代表了当那个部落的纪律、公共责任、文化边界、诠释，以及包括刚刚长辈们讲的各大安民，还是想要先理解一下，在制作案投去之前，你们的程序是什么？对了，这个争议，原文会也调讲到达法朗部落甲族人沟通，除了解说戏剧的整个过程，对着戏剧名称是不是来做改名，也做出讨论。一开始我们并没有事先跟他们有一个好的沟通赐教请教，所以我们就直接用上这样的名字，确实是我们重大的一个疏忽跟错误。节目的名称如果有一个确定了，我们也会再做一个宣传。因为原委会也捌伫2018年无经过基比部落授权，就大出大意演出勇士舞，尾也放过。这摆事件又搁再引起族人的不满，希望外界伫使用部落相关名称，也是文化时能够多多来尊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这古装的戏出真事件，所以嘛有真侪游客去到中国会穿古装来翕相，对这服装、伪装、造型甲摄影，嘛形成一条真有经济价值的产业链。
无论是翕热的热天，也是落大雪的寒冷，便若到假日的紫禁城，拢亲像安尼，游客是一大堆。目睭一个看去，人群内面有袂少人穿古装的衫，有的是摕手机啊家己翕，有的是由专门的摄影师陪咧家己翕。一方面留下到遮佚佗的纪念，顺续想象家己是伫咧某一个历史画面，也是宫廷斗争的剧情当中某一个角色。可能是因为古装剧看多了吧，像什么《甄嬛传》啊、《延禧攻略》，我觉得这些都是可能是有受电视剧的影响吧。民国进前以北京食做首都的年代，主要就是明朝甲清朝，所以北京当地这款各种旅游的行程，服装方面就以明清两代为主。前段时间是格格比较火，但穿的很多了，其实街上都是格格服。但是我想特别一点，我是穿明字的。现在明字比较多了，但大家现在又有点想穿那小唐风了。小唐风是比较凉快一点嘛，可能夏天那小唐风的比较多一点。当然，兴致破潮流的唔那北京，捌是各个租界所在地的上海，以十里洋场的风情，加上复古的西装，也是民国初年的旗袍，吸引袂少外国游客。嘛捌是古都的西安、洛阳，伫建筑风格、时代背景甲服装的方面，嘛拢虽然有伊的特色。我们去到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去到一个文化圈，我们想要去尝试他们的，或者了解他们的这么一个文化，那最基础的，那一种是饮食，第二种就是服装。美联社报道指出，像陈小姐安尼的化妆师，当着旅游的大月，逐工对透早6点就爱开工，一工爱服务超过20个客户。若是干那化妆，每一个客户所需要的时间是50分。若是佮加上洗头的设计，就爱开1点半钟。当然，化妆甲造型只是规个产业链的一个小部分，包括做服装甲专业摄影师的对翕，依照服务内容计算计数，平均就爱代票1400块，较贵的就爱超过4000到5000。如果若佮加上到高级的餐厅，由同款穿古装的服务员烹菜甲服务，这开销就爱佮较悬咯。公司新闻4家人民译。刚来看泰国甲缅甸的边境有一条死亡铁路，即马已经变作是观光景点。因为二战时期，因为这日军强迫战受劳动牵铁基路，嘛造成上无10万的人死亡。沿线的康恰拉布里有一个车站，1984年因为造水坝引起，最近因为水坝整修，是搁在浮出水面。泰国西部北壁府这片看到青冷冷的边缘，其实下底藏一座消失的火车头——尼特车头。伊捌是二战的时阵，日军伫咧收泰国甲缅甸铁路顶头物资调度的所在，战后就去用废弃啊。1984年，佮因为在地起水坝了后，一直密入去水底。最近因为水坝进行短期维修，这座消失的车头才浮起来水面。研究人员用金属扫描器，佮会当挖到已经凹甲真严重的材料。Well, I've been to Nite Station 3 times in the past, but the water level's always been too high to actually really appreciate the fantastic offerings that it has. 尼特车头景色虽望真好，毋过嘛阁压出泰国甲缅甸铁路，去有人叫做死亡铁路的历史。For 300 miles, the railway was driven straight across country, through jungle, through rock, and over rivers. Those who built it worked over 18 hours a day, mostly with their bare hands, with less than the minimum of food, and without medical aid. 日军迄时停掉足侪包括花下在内的东南亚劳工，还佫有真侪国家的俘虏，伫咧欠缺工具的状况，强迫因用双手袄搬喙齿的石头，逐工曝日压雨，一工做18点钟。若是小可莫非，就去互日军用刀啊，还是皮鞭一直甲拍。估计互英泰致死的人有超过10万人。离尼特车头无远的地下火通道，是规个死亡铁路当中上歹学、死伤上惨的一段。As time passes, places like the Hellfire Pass become even more important. They keep personal stories alive and help future generations understand the cost of war. 这条死亡铁路目前敢若剩泰国的部分路段还搁咧营运，为消失的尼特车头到地下火通道，这位置拢是咧提醒即卖人伫咧参观的时阵，就要会记这战争的教训，唔通互历史搁再重演。公司新闻曾慧敏编译。伫咧意大利的阿马菲海岸，捌号号做是人间仙境，不过因为这游客受过济啊，已经影响到在地人生活，而且这多数游客来翕相翕翕就走的，对这在地观光嘛无啥效果。伫咧意大利阿马菲海岸，瓦山靠海，湿地真济，袂输是电影的场景。不过行入去巷仔内，
迎接游客却是另外一个景象。下个楼梯甲巷仔观光客是可。以瑞德之城出名的波斯塔诺，居民敢若4000人。大过时阵，一天上悬有25000个游客。因为人潮太济，在地阁会设立英语、意大利语的双语标示，要求行人往正边行。Il problema del sovraffollamento a Positano in quel determinato momento si crea proprio perché si sta cercando di incentivare tanto il turismo mordi e fuggi e questa è una cosa che non deve succedere. 在地业者就指出，虽望游客是点，不过无一定会开钱。Logica del selfie, della ricerca di una bella immagine da postare sui propri social e questo poi porta a tanti movimento escursionistico, ma poco poi effettivamente che resta sul territorio. 观光虽然当互钱赚饱饱，不过嘛互生活空间真侪压力，市府就真烦恼。游客若是伤济，会互居民足受气。搁较互地方政府头壳痛的是大型的邮轮，逐工拢有真侪来一个就离开的旅客。面对这个观光的问题，阿马飞海岸正咧推出更较慢、更较深度的旅游模式，希望会当甲人潮飞去小月，也是附近的山城，嘛互更较侪观光的收入，真正留伫咧地方。不一个，当社群媒体、邮轮观光更较文化，会当互遮愈来愈强、愈来愈侪人。不过，卖互这款压力底甲袂喘气，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下晡补天气来看详细温度。北部地区28度至36度，中部地区28度至35度，南部地区27度至35度。东部地区28度至33度，外岛地区27度至31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